發揮守護專業，紓解民生憂難。因應免遣返聲請個案數量持續攀升，衍生大批逾期居留人士滯港，並引發連串治安及財政問題。大潭峽懲教所同麗姑懲教所肩負起社會責任，喺短時間內更改院所用途，專門羈留對社會造成較高安全風險嘅免遣返聲請者。面對大批免遣返聲請者滯港帶嚟嘅挑戰，我哋嘅團隊排除萬難，喺好短嘅時間裏面，將空置嘅院所重新改造，令院所成為適合羈留較高威脅或安全風險嘅免遣返聲請者，全力協助政府舒緩佢哋滯港造成嘅壓力。我哋更發揮監管嘅專長，化解羈留人士對管治造成嘅對抗行為，同時以人性化嘅措施提高佢哋接受遣返嘅合作程度。部分羈留人士因為對制度有所誤解，經常藉住非在囚身份作出對抗行為，增加管理難度。面對呢啲挑戰，我哋嘅團隊上下一心，發揮監管嘅專長。除咗嚴格執行院所內嘅紀律，打擊非法活動同埋對抗行為之外，我哋同時亦都推行人性化嘅管理措施，包括心理輔導同埋思鄉包等關懷嘅方案，提高佢哋接受遣返嘅合作程度。我哋羈留中心專責小隊會繼續努力，發揮守護專業，紓解民生憂難。